今個週末除咗有西沙 Sierra C 進行次輪銷售，咁同期都有其他發展商推出貨尾嘅項目推售，咁繼續影響二手購買力。咁估計二手成交受壓程度有幾大呢？大家好，我係 Melody，歡迎收睇易發地產速報。今集分別會同大家睇下咁週末有啲咩新盤銷售嘅焦點。咁第二，銀主盤存量連升4季，升至近10季嘅新高。咁第三，二手受壓之下，元朗再有屋苑樓價係創同類近9年嘅新低價。今個星期嘅新盤銷售焦點繼續落入西沙嘅 Sierra C， 咁次輪價單推售288伙，折實價係大約327萬至到899萬，車價係9900幾蚊至到13000幾蚊。銷售將會分 A 同 B 組，當中 A 一組係需要買3至10伙 ，A 二組就要買2至3伙 ，A 三組就需要買一個700尺或以上嘅單位。B 組買家最少要買1伙，最多買2伙。咁同一日都會推出14伙嘅特色戶招標，包括頂層同低層嘅特色戶。而啱啱獲批入伙紙嘅旺角利奧豐首月，將會喺星期六發售28伙。今批單位係包括22伙嘅1房同埋6伙2房，折實價係478萬至到730萬，尺價18000幾蚊至到21000幾蚊。而南區嘅50 Stanley Village Road 突擊上載銷售安排，將會喺星期六起推出1號同埋8號嘅洋房招標，售後面積係4700幾尺同埋2800幾尺。雖然近日嘅一手銷售表現唔錯但係整體樓市依然係處於調整期。最新有研究指出，住宅銀主盤嘅存量係連升4季，係累積升咗28%。截至2025年嘅3月，住宅銀主盤嘅存量一共係有266個，比上季嘅260個係增加大約2.3%，係近10季嘅高位嚟㗎。市場估計4月嘅貿易戰升溫，金融市場動盪，再加埋中美局勢未明，樓市成交明顯放緩，估計第二季嘅銀主盤存量有望進一步向上，兼且創新高。以售出量去計，今年首季嘅整體私人住宅銀主盤一共售出118宗，比上季嘅104宗係上升大約13.5%，其中700萬或以下嘅成交升幅最顯著，合共大升近40%。今年第一季嘅成交價最低嘅10宗私人住宅銀主盤售出嘅個案當中，有5宗嘅原業主係喺2019到21年嘅樓市高峰期期間買入，全部成交價都係比原業主嘅買入價低超過50%。4宗係屬於屯門青山公路堤岸嘅一手單位，蝕幅最多嘅就係呢個屋苑嘅3A 座高層19室，同埋3A 座嘅中層11室，售後面積分別係222同埋223尺，原業主分別係喺2021年同埋2020年嘅時候，以437萬同埋430萬買入，最終成交價係178萬同埋175萬，帳面係蝕咗大約59%。不過都值得留意嘅係，首季有2個買家以低價買入銀主盤，成功喺3個月內轉手獲利。其中筲箕灣嘅金來大廈中層7室，售後面積248尺，買家係喺今年1月嘅時候向銀主以218萬買入，之後喺4月嘅時候以248萬賣出，帳面係獲利大約30萬，即係大約13.8%。另一宗就係深水埗大南街152號嘅低層2室，售後面積180尺，買家係喺今年1月嘅時候向銀主以80萬買入，好快再以95萬賣出，帳面獲利大約15萬，即係大約18%。二手持續受壓，元朗蝶翠峰最新有單位成交價創同類單位近9年嘅新低價，就位於9座嘅低層 C 室，478尺2房間隔，議價之後再以381萬成交，尺價7900幾蚊。原業主係喺2010年嘅1月以171萬買入單位，持貨大約15年，帳面賺咗210萬，升值大約1.2倍。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